我已經撳咗。好。哎呀，我1、2、3。今晚家裏煲了靚湯，又有山珍海味，但不知怎地忘記了返屋企。花2粒鐘個 band 那做起，亞客又打過嚟，然而又不知怎樣花光1世紀。捱不大，捱不大，迷失中找住解，做撚晒又多快，想收工仲有排，為他奶同燒賣，陪他通宵拆解啲 deadline， 沒覺睡也繼續搖擺。冇咗一個 Alex，仲有千萬個 David， 多謝 David， 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做咩啫？唔好播出鏡啊！我喺度爆。唔好播出鏡，要播嘅就咁樣樣。嗨，拜拜。